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找我的过年啊！哪有？好有病，好有病，做不来事。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卤肉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查门客节目，我是家属。英国传统社会法律制度毋是遐尔健全，便也有人做歹代志，譬如讲甲人偷摕物件，也是查甫人斗火气，查某人讨客兄。就会要求当事人甲全庄请婚请槟榔来赎罪。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们来讲一段查甫人偷食，互掠着了后，安怎来谢罪故事。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收听陈明仁的田庄运命记事，老实的水耳集啊！检测有人专工找作者的麻烦，嫌这个题目无够台语口语化，应该是故意也是调直的水耳集啊！这爱用文我解说一下，故意调直是对内涵的论定，老实是敢若对表面的印象尔。讲是安尼，大概也有人三无啥有，不要紧，我甲水耳集个代志讲了。就通知影，我讲的老实甲故意，也阁有调直，是差伫倒位啊？水耳集啊，汉草生做3个月，自细汉因爸母就烦恼伊后摆膝头袂堪直。咱囝生做即款体材，后日啊是要安怎甲人做实？家在咱厝里常做少，若带一个较黏黏某，该当就应付会去啊。伫迄个农业需要大量人工劳力的时代，查甫囡仔到14、15岁啊，就算大人，爱甲人相帮伴、烧草、布田、挂稻啊。种2项工课，要免啥气力，结果是骹手较少淡薄仔尔，袂去犯着人嫌。挂稻仔就无共啊，便也轮着甲伊斗一家要打拍即个机器桶，别人就爱加较出力，拖机器桶的时，嘛是拢另外迄个出较济力。袂手，真侪人挂稻仔要做班的时，拢无爱互伊混去啊。有影是一枝草一点露，亲像水兄这款体材，有缘会带着树皮加后。迄时北庄有一个查某囡仔，要20啊，要做无人爱。是安怎做无人爱？敢袂身躯有啥物各样？无咧，毋是有啥物开骹破手，人嘛无咧吸死。迄就奇怪啊！
警察体格粗兼大骹步尔，买无下水的查某人会通穿，再来拢是穿查某人咧穿的塔米啊。庄骹人欠的做事的查某人，汗臭粗，无人会嫌。迄个姑娘上摆在是讲话大脑空，民间传讲，若即款查某囡仔嘛是破格，互人上过误解，千上都袂成。有人报水兄因老爸，亲看到就介意啊，年中寒定，袂年尾就带入门。水耳所啊，一个查某人做事顶两个查甫人，倒过来要食个月，有法仔来掠猪。一只几百斤的猪皮啊，白大嫂要扛起来过秤，猪啊一直亮，佮后架咕咕叫，锁啊歹拔。无法滴。你上海边仔咧，我来就好。水耳所叫众人闪，手腕比一个，喊一声，嘿咻！家己甲猪仔夹起来。紧绑起来！好，我来绑。边仔人才紧锁啊绑好势。庄内人喊讲：水兄啊，惊毋知咯。带着即个养母，阮苦的。哪知即个查某虽讲性地无好，对翁婿阁真温顺。下仔翁当就是当，讲直是直，袂介意价高。有一摆，众人伫土地公庙口的老青仔边画虎烂，旧里啊笑水兄啊讲：水兄啊无路用，旧年挂稻啊举7包，无两抓就软骹去话通去到水耳所外的耳孔，迄阵伊当咧掘菜园，猪头袂富棒，总去找旧里啊。哪知猪头顶头掉的土搁哪落？旧里啊拄伫门口埕咧举石链，看到水耳所外来，笑笑啊问讲：水耳所啊，罕行啊！这个请查某无话无句，猪头放掉，高手甲2粒40斤的石链赶悬搁转落土。敢若看到涂骹落一空，旧里啊一支嘴啊开开，毋敢加话，伫会室内找毋是。歹势啦，水耳所啊，是我毋好，我后白讲话，是咧，请你莫见过。水耳所啊，自头到尾无讲甲半句话，猪头野咧，搁当去掘菜园。自安尼，通庄无人敢搁凊彩骗赏水兄啊。我对水耳这个印象袂歹，伊捌撞着我，问我讲：你啥人的囝？阮老爸叫做国条啊。哦，你就是国条迄个天才后生哦。来，我甲你考一个。伊出13加24是偌济？即款的算数，互我答。13加24， 37。牛呢？这想你食。若加了无定答，会赏我一粒杨桃，也是柑仔做奖励。多谢水兄姐啊！自细汉伫庄林，我就互人学老讲是巧囡仔，常常有人出算数，也是简单的买菜互我要。阿玲，出门一蕊花，入门一条街，互你要一项物件。花线。对啦，是雨伞啦。有时我嘛会假要了毋对去，对方会真欢喜。考到这个互人称呼做天才囡仔是真样的代志。了后，佫出另外一题互我算，300加49是偌济？即摆我就无细字甲算出来啊。
87，哪会遐高？水现质啊，甲别人同款，若考到我一半摆啊，就会四界去等，互人知。水兄啊，娶着好某，衫长款烧烧，衫裤穿悄悄，食好做轻巧。初冬的摕互因某抢去做，变通庄上好命的查甫人。有人讲，只有一顿烧，倒会想要笑。水兄啊，一粒海橄榄头吹到金闪闪，四界去风烧。无偌久，就听讲夹到一个火机。水兄嫂啊，有听到风声，伊也无要疼破面，甲因翁拍青镜，讲是想要甲草厝啊翻下厝，欠钱用，去学一担10岁，叫伊担起砖头路尾四界化卖，安尼较袂食饱伤营，热热烧惹风波。来哟，胭脂花粉，粉有香。花有红，姑娘啊，赶紧来买网，装水水，通互你嫁好翁。花色有胭脂花粉兼姿势，姑娘啊高官不免坐，不望你会当变成阮的主顾客啦。我数会记日，伊卖点灯火用的番仔油、洗衫的扫帚，甲糖仔饼即款囡仔喙食面。迄时阮庄也无牵电火，番仔油是家家户户日常生活定着爱用的。洗衫嘛无用地壳纱纹洗衫粉，有人用马尾纸洗，用扫帚较济。我4岁半要5岁迄家呾，阮兜一热田改种餡瓜。叠籽的时有去揽着梨仔瓜子，餡瓜园有时啊会找着梨仔瓜。阮姨啊去抠瓜仔草的时，我兴缀伊去摸孙看有梨仔瓜通食无。我是大孙，阿公笑我，专工去买一顶布鞋裤啊，互我缀出门。迄是我头摆去到田里。逐项物件我拢感觉真好闲，伊啊便伊捌的花草树丛，拢会教互我知。我还会记这头摆伫田头的沟仔看到水鸡啊，笑甲叫要搬倒。哈哈哈！有够细只的水鸡，哈哈哈！再来，我所在的水鸡拢是较大只的，无流啊嘛着吞啊，大人才会掠转来煮汤。迄阵看到汤汤只的水鸡啊！免讲，嘛会起爱笑。伊啊，甲我讲，有亲像你这细汉的囡仔，当然都有细只的水鸡仔啊。是哦。伊啊，咧抠草仔的时，我伫边仔灌土杯啊，看到土涌的所在，土粉啊飞开，就会找到一坑，用灯光啊滴水甲灌落去，无介久，水面会起凝，
讲是杜伯仔咧洗面啊，随着会看到两支手伸出来，安尼就领着啊。有时我会去掠金龟，长开的番石花是金龟上爱休的所在。到尾头我嫌热，吵要倒去。姨啊，我做热的，我想要转去。也早咧呢，我工课都做还袂煞，即马转去伤早啊。拄好水鱼这个大伙对田头啊迄边过，伊啊摕一个银出来，你摕去甲水鱼食啊，要干嘛糖食？我一个银抿伫手里点点，心头真烧落。迄阵的银角啊有4款，一角的有2种，红铜甲轻银仔做的，红铜的较重，我手摕迄个就是，2角的嘛是轻银的，较大盒，毋过无价值感。5角的上有额，正重的真重，迄是我这世人头摆用钱，真欢喜。我哪走哪画，水鱼姐啊，甲你买糖啊！水鱼姐啊，本底面悠悠，看到我才当笑，甲我的一个银收去。你家己拣一粒。我要一粒。好，这粒互你，你会记得。等下爱甲恁姨仔讲，我有互你一粒柑仔糖，知无？知。我目睭金金，看伊矮矮的身影，伫日头骹愈闪愈细去。阮姨仔还咧无闲，看到我嘴里含一粒糖仔，问我讲：“啊，另外迄粒第伫倒位？”无啊，水鱼一个才互我一粒尔。啥？才互你一粒尔？哦，这水鱼啊，实在吼，大人大种啊，煞边头摆用着一个囡仔，真无一个款的。阮姨仔真生气，讲翻转工才阁转来鸡仔园。当等水鱼啊，甲讨迄粒糖啊！迄暗，我早早就去困，天还袂光，就爬起床。等伊啊带我去鸡仔园，伊啊讲：“空囝要去园里，嘛着等我碗猪洗好，猪菜款好，猪仔饲饱。迄时着8点外，即阵才5、6点尔。”会使搁去困啊？无啊！我惊困过头，伊也偷走去园里，就走伫灶骹，甲伊斗弄草因入去遐。迄天水鱼姐啊，较早来到田头仔路，我紧走去找伊。水鱼姐啊，水鱼姐啊！伊啊嘛对后壁叫来，看到水鱼啊就甲咧。水鱼啊，你嘛甲差不多咧。囡仔的钱你也咧说，明明一角银会当买2粒柑仔糖，哪会才摕一粒互阮囝尔？水鱼姐啊面啊红记记，一直回失咧。歹势，我一时糊涂付毋倒去，我才补一粒互伊。阮姨啊毋放伊干休，干那补一粒尔哦。安尼袂通啦，你爱较诚意咧，看安怎陪阮阿玲才会使。安尼，水鱼姐啊想咧，讲啊无我通转甲人请婚请槟榔，公开会失礼好毋？阮姨啊煞想歹势，讲免遐功夫啦，小可意思一下就好啊啦。无安尼袂使，若无我一世人日子歹过。水鱼姐啊，的确要安尼做。
通庄请人食粉甲槟榔是真见效的代志，自来有两种人才着安尼，做贼仔互人掠着，也是讨客兄甲伙计出破。水鱼节啊，为一粒糖仔尔，摆这款场面实在有较伤重。翻灯工，水鱼节啊头咧咧，芳粉甲槟榔西装来路，拄着人就甲粉甲槟榔点点啊拄互人。水鱼啊，当你是安怎？哪会咧请粉请槟榔？水鱼啊，拢无讲甲一句话，厝边问讲：水鱼啊是犯着倒一条？阮伊啊就甲捡我一粒糖仔的代志讲互人知。啊，就迄日啊，阮阿玲摕一角银甲要柑仔糖，伊煞无老实，干那互伊一粒尔。水鱼嫂啊，听着了后，敢若笑笑讲：哼，大人恕囡仔，方法是应该。过2个月，阮阿爸去隔壁庄，甲人斗打上用了啊，转来，迄暝要困，甲阮阿姨细声讲话，我就困伫因身边，假困去，偷听因讲，我毋是听真有，总是知影因咧讲水鱼节的代志。伊伫隔壁庄甲一个查某偷来暗去，查某因翁毋知安怎煞知影，毋放水鱼啊煞。要去偷水鱼啊因某，水鱼甲人求情。你无互阮某知，我通庄请粉请槟榔，甲你会失咧，安尼敢会使？会使，你安尼请，阮规庄就拢知影。啊无，要安怎办？袂使伫阮即庄请，要请，转去恁庄来请。水鱼啊头壳真好。利用我头摆买糖仔毋知行情，减互我一粒，趁机会假会失咧。安尼对隔壁庄迄边嘛有一个交代。哈，当时啊，阮母仔囝拢互即个水兄说过去，搁咧替伊歹势，实在侥幸。庄内人方便讲，水兄做人老实。连输囡仔一粒糖仔都良心袂得过，请粉请槟榔，通庄甲人会失咧。所以我毋才会讲是老实的水鱼节啊。今仔日的广播剧《老实的水鱼节》啊，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常用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水鱼啊林玉林演出，水鱼嫂啊吴静顺演出，阿仁苏胜富演出，伊啊吴义珍演出，古里啊林依玲演出，阿仁的老爸徐志刚演出，水鱼的老爸郭仲坤演出。水鱼的老母郭静怡演出，庄民林义君、陈碧娟、林柔安、罗英冠演出，
厝边王家人林君花演出，火旗的翁曲家园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看万地。放花来话说。今仔日要来讲民生的开讲的读册班，是咱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5位代表林义婷、王庆珠、陈丽英、陈丽文，还有郭仲坤。首先，咱来听这5位代表因读今仔日这篇故事的感想，还有民生的回应。大家好，我义婷，古吹台语社的副社长吼。读这篇我真正是有感想啦，因为顶一摆吼，捌甲民人生咧请教过，讲这篇是安怎来的啦。我迄时是甲讲吼，有人讲历史是假的，啊，干那人命是真的啦吼。啊，嘛有人讲吼，迄小说拢是真的，啊，毋过人命是假的。啊，我顶摆吼，当面问过民人生的吼，伊甲我应讲，这故事是骗的啦，人命有可能是造的啦。啊，伊讲伊拍开电脑吼，若开始写作，上帝就甲引带伊。甲小说完成啊！啊，我阁会记，我顶一届我真好打哦，我阁甲试主讲吼，啊，毋着写的时阵是当机，啊，写煞变倒头，啊，字拢家己会浮起来，实在是真无礼貌啦吼！啊，毋过我家己事啊，我想的讲吼，我是较信到讲这是阿仁先的是文学的艺术创作者啦，编剧伊是专科的啦，伊真敬虔去款待伊家己的专业的工课吼。这才百面是真的啦！啊，我有留一个问题，想要甲问讲吼，敢会使讲老实的水现迹啊？是头只互脏着的顺啊，顺囡仔，佮变正人。其实伊若无故意，嘛无调得啊，伊正是假老实的老啊，尔。安尼毋知敢对？安尼就破题啊啦！你题目就破题啊，就迄个单位迄个。啊，剩无做吼，我就讲我迄个名无好啦。伊出来拢真好啊，伊批名上好是出国迄项代志，伊个批名上水个出国迄项代志，无咧讲啥，啊，都有一个概念安尼无。伊个剩无做，我就讲这毋好。你开始就破题啊。大家好，我是古吹台语社社长庆珠吼。我的感想，我即届是要特别强调迄个水现迹。我感觉这个查某人真正是无简单。伊虽然是外形外表真正无水，不过伊处理代志的方式吼，介压沙哩，互咱做配合的。啊，不过伊嘛袂干咧养下个，其实伊有咧遵循因红衫，袂互人看轻因的红衫。我感觉这个美感这个所在，我感觉是真有值得咱思考的。明丽老师，还有大家好吼，我是高雄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的丽英。我今仔日吼读这篇文章了吼，我有一个感想吼，我感觉老师真贤吼，老师真贤和迄个题目吼，其实伊无老实，但是伊就故意甲伊讲伊是老实吼。有人讲的就是反讽、反讽、考试吼，就是咧甲伊考试吼的文章啦吼。其实吼。伊讲伊老实吼，其实伊一点仔都无老实，伊伫感情嘛无老实。坦白讲吼，伊对感情对伊做小生理，我拢无看到伊老实这方面吼。这是我看这篇文章的感想。
先生大家好哈，我是高雄第一社区大学高翠台语社社员哈，我是李文。这篇老师的转译集读的就是第一点就是伫咧先的伊的迄个写作的迄个作品内底，伊有对真侪咱感觉真事上的迄个语词，伊的定义拢无共。这嘛，互阮学着真侪啦吼。所以像伊讲诶，古语讲雕滴，吼，伊都有无共款的迄个定义。佮再来就是，既然较早诶迄个农村社会就是需要人做事，毋管是查甫啊查某，安尼伊即个水鱼井嘛，讲实在，伊就是干那骹步较大尔，做事拄啊好啊。是安那会，毋是生了瞌死啊，是安那相亲相几啊摆，就是消袂出去吼。所以伫即个部分，我就感觉讲，安尼甘咱想诶，甲想诶，这来做事都颠倒好啊，较会无人要爱吼。所以遮我是感觉讲，这看有点先诶，伊咧写作当然有伊诶铺排啦吼。但是我做一个作者，我就感觉讲，安尼甲想诶是跟咱想象诶迄个年代是无共诶吼。佮再来就是迄个因为水鱼集散个无版，个无力，所以人咧挂丢啊版拢无爱伊。即个迄个水鱼嘛，拄好甲伊颠倒饼。这内底有写着一个，就是讲一般咱拢会感觉查甫人就是爱勇，爱有力，是伫外口咧出头诶。结果先咧伊诶迄个写作诶迄个手路拄好甲因颠倒饼，嘛是咧讲查某较强。颠倒查甫人较无路用，伫即个部分我就看到这啦，好，来以上。对我调教的调教的就是你讲水即嘛，伊个人咧买那伊安尼就咧家己落啊，人拢无甲讲话，你讲语言，当然破坏就是遐济过袂顺，还有一个理由啊，无对现在人等着这个某，你要有一个理由啊。你就讲我的宗旨嘛，我就是咧学农学，甲水脉无关系嘛。好，感谢民人先。上到来是咱问问题的时间，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民人先的问题。我是要问讲咱古早人迄个会师咧有当时会请讲食薰甲食薰，毋知影这是毋是甲合作诶遐是关系？这选薰甲薰另外就是讲，伊介绍嘛毋免像以早有咱挂一个交牌，还是讲咱订报纸就爱写讲某咪人啥物代志，然后会师咧人是安怎安尼道歉。毋过伊这介绍是敢安尼点点就芳一个即个薰甲薰两安尼，这样嘛毋免讲特别讲我是做毋对啥物代志真实咧安尼，拢毋免去讲即个挂牌啦，毋免去会遮诶迄个啥物头绪互人知安尼。即种会即个方式讲起来嘛是真软啦，嘛无讲足恐怖，只是讲古早安尼可能就是正重诶处罚啦。迄就是礼仪，台湾人诶礼仪。会即个佮讲迄个都无效啊！迄阵什么人要写字啥人捌？会晓写？迄个时代什么人捌？要写什么字？无啊！就是一个礼仪嘛，做咱做人知影这会师礼嘛。什么代志你免知嘛？我上下一摆但是咱嘛，人都会师礼，莫去讲迄什么关系莫讲，变做礼仪啦，迄就是民族礼仪。大家好，我是古翠台语社的丽英吼。我遮有一寡问题要请教老师吼，就是拄仔有讲到讲肥水一定爱用薰甲薰两，一定爱即两项物件吼。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我有感觉即个水利井嘛吼，伊嘛是到底是讲伊道量足宽，还是伊毋知？伊明明知影讲因翁着去别个庄着有迄个火机，伊是安那佫互伊做即个生理？用即个小生理互伊做，毋是安尼，就愈有机会佫去找遮伙计嘛，吼，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就是讲，大家若听到讲洗门风，就是查甫，若查某诶，查某会敢有咧洗门风即个代志？我毋知啥物叫洗门风，我毋知，我无即个观念，我嘛无即事。洗门风我是尾仔人讲出来诶，台湾无即个事啦。门风敢要洗，就算门风爱洗，
台湾有啥问讲，大家拢共款啊。吼，迄就是大甲小的比袂，台湾也无安尼啦。吼吼，这毋是第一事啦。吼，毋是第一事。谁来用粉甲槟榔？这白布就是粉甲槟榔啊。吼，是白布的，白布安尼一直留落来安尼吼。白布礼数，粉甲槟榔礼数，伊厝家厝拢爱粉甲槟榔。火气就是讲情妇，就是讲查某的。若查甫的咧，查甫。客啊，客啊，火气较做伙啊，客啊就火气啊。哦，对。所以讲当时要讲客兄，即个客。客就是客药的客啊。拍客药的客。拍客药的客啊。大家客药的，毋是真诶。客兄，为什么客家人要抗议啊？毋是，无人客啊嘛，嘛写做客啦。客话嘛写做我客话委员呢，嘛是写客啦。因咧客啊嘛写字客啦，客话嘛写字客。咱讲客兄无问题嘛？无问题啦，迄甲客无关系啊。人伊是用头壳凶是啥字？讲袂当讲头壳凶。伊就袂无知诶人要家己。真正无知。你若无知安全无啊，去互挂落来，拢会头壳伤啊。哦，是安尼吼。迄无知诶人咧家己有啊。其实咱是客药的客。客药迄100%免收钱啦。我阁有问题要阁请教老师吼，有看到老师写讲，因阿公吼专工去买一顶肥虾裤。布鞋裤，布鞋裤啊，布鞋裤是做较早迄个，那个咧打咧啊，你要看迄个，可能去盖布我等，迄款是个布鞋裤啊。我是李文哈，我要请教就是讲，因为咱若以水戏节啊，以即个年代来讲，就是应该是无咧白卡嘛。毋过因为内底小说有写着讲，因为伊迄个啥大骹步，着相亲相误解，拢消袂出去。内底讲民间传讲迄水戏节嘛，即款的查某就是破嫁。我想要问讲，破嫁即个形容词，通常是拢敢用伫查囡仔是查甫嘛会当用？一般这破嫁是算命上的事啦。算命的事啦，咱咧到底破嫁有无？就是讲你命嫁破掉去啊！当初咱如果用大部分用查某啦，因为歧视嘛，这来管的歧视嘛，应该是拢会使用啦。但是大部分拢用查某啦，就是讲你这个会破你的命嫁啦，迄是算命咧讲的话。你的命有嫁啊破掉啊！破掉。是安那伊大骹步就要讲是破？就算命安尼讲啊，大脑壳查某人大脑壳嘛安尼啊。迄种歧视的啦。搁遮我嘛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可能是因为伊相亲相误解拢无甲家己消出去嘛较迄个啥，伊的大官上着伊较嫁出去敢会是因为安尼，伊当较无自信着对伊的翁有若改性改吞论，敢会是因为安尼？无可能因为安尼啦，本性啦。本性。系啊。人无遐讲，无讲安就改变诶，有可能啦。要请教老师老师有伫迄个190页有写着讲，伫土地公庙骹，其实就是土地公庙骹，就是伫土地公庙边诶意思嘛。庙骹就是即个庙诶正头前啊。迄算庙骹。系啊，庙边甲毋是边仔尔相平啊，就是庙骹就是正头前啊。所以骹就是头前，庙诶头前。下面啊，庙第一庙在下面啊。安尼咱会当讲庙埕无？庙就无埕。无埕。若庙前诶。庙前，因为迄土地庙拢真渺小啦，拢是迄田咧边啊，一块啊尔啦，伊也无啥庙埕啦。迄土地公庙是上渺小诶建筑啊，即个拢土地公庙啊，有时就头啊先乱尔啦，无啥物埕啦。好，感谢今仔日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读册班，甲咱民生的带来精彩交流。最后，咱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副教授丁宏典老师，对于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这篇故事的见解。老师的水鱼节啊，这个老师的水鱼节啊，是实际上我感觉伊也是开始老师的，因为呢。先讲水鱼节啊，为什么伊的老师伊讲啊，
即个内面的即个我就讲啊，我为什么无爱讲伊是故意啦，还是个性挑剔啦？干那要用老实，就是讲，因为老实是表面的。啊，因为准鱼节啊，因某准鱼嫂啊，准鱼姊嘛真够做嘛。啊，准鱼节啊，就三个无力，三个无办，所以伊就变做拢食好做勤课。啊，所以呢，就开始想要花查甫人若有一滴迄个想法，就会想要笑，啊，伊就甲隔壁庄的有翁，过去甲一个有翁的伫遐花花高高。啊，即个其实这伫我庄骹嘛真事上，阮厝边，阮庄的即种情形的查甫人真多。啊，有翁，佮甲别人有关系嘛有，啊较少啦啊，毋过就是讲男性，我感觉阮庄的遐男性拢足粗残的，因为是比如讲，甲查某人带倒来厝的，啊，因某就爱吞忍像阮厝边就有啊。所以我囡仔的时阵，我拢讲我无爱结婚。我看阮厝边一个男是拍某。就是迄个外口有查某带入来，原始社会，我感觉迄个年代就是安尼啊，所以即个准鱼节啊，果然是老实的。伊甲阮庄的话，其他查甫来讲，伊无甲查某带入来啊，因为人有翁啦嘛是偷来暗去，过来伊毋敢拍某，因为因某比较汉草较好，所以我这有咱一个启示，咱查某人一定要互家己变做勇壮、坚强的查某人。查甫人，咱若是嫁人，咱会翁婿，才毋敢看咱无。啊，毋过这内面我感觉就是有一个真心实的故事，因为准鱼节啊，伊去互伊迄个隔壁庄迄个人的翁长着嘛，啊了后就叫伊爱迄个请规庄。准鱼节啊，甲人求情讲啊，莫甲伊请伊放伊刷啊，伊要同庄请婚请槟榔啦。啊，对方讲，安尼你安尼毋管规庄拢知影，阮某甲你迄落，所以就讲袂使伫阮庄请啊，若无你爱转去你家己的庄请。啊，准鱼节啊，伊就是读甲真巧，这叫咬软庄啊，巧人无智慧啊，若有智慧就袂做即种代啊。所以伊就利用即个我即个囡仔去甲伊买糖啊，一甲买2粒，伊干那互我1粒，啊1粒的时阵，佫条件叫我爱甲阮阿母讲，你爱记甲恁阿母讲，我有互你1粒糖啊。啊，我看到遐的时阵，咱就想讲，为什么爱叫伊爱甲因阿母讲，伊有互伊1粒糖啊？啊，原来是一角会使摕到2粒糖啊！啊，伊惊伊无甲因阿母讲，即件代志就过去啊，因为伊就是要利用讲啊，伊甲伊好甲伊好凊头甲伊骗。一角才互伊1粒啊，所以伊讲，伊甲即个我的阿母阿姨讲，伊要甲因回信咧，伊要规庄请婚请槟榔啊，我的阿母，我的阿姨啊，伊叫阿姨所带一条就讲啊，敢着遮严重，啊，伊就讲一定爱啊了，即个后壁真是去互伊设计我感觉这内面有一种心识性、趣味性，或者就是讲查某人可能也是爱互家己变做。勇敢坚强有气力的查某人，所以我感觉其实准鱼姊嘛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啊。伊嘛是其他电星讲啊，这就是迄个大人输囡仔甲囡仔骗方法是应该的。啊，实际上伊嘛知影因翁迄落，啊伊嘛点，就考虑真多啦。因为你若是去对方遐闹嘛会，这大家歹看面啊。这拢考虑，这有真多人甲人，有当时啊，毋是考虑家己啊，伊可能也考虑到准鱼节啊，伊的民主啊，伊也要伫庄诶徛起嘛。我感觉嘛，毋是讲笑因人，我感觉嘛毋是笑，我感觉是因为准鱼节嘛是有一个普世的迄种善良，伊是就是善良的人，伊就算毋是因翁，伊嘛伊会去替人想，就是去替人设想。准鱼节嘛是一个会替人设想的人啊，所以才会感觉因翁较善，佫无办袂做的，所以伊会替伊做较做的，足侪工课拢伊咧包啊。人笑因翁，伊佫会去替因翁出气，伊是一个足有义气的人啦。所以咱讲莫讲是男性女性来讲准鱼节嘛，准鱼嫂是女子汉男子汉，赞。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
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丁达，也佫有西门风这两句台语词。另外，咱台语咧讲老实、刁直，也佫有故意，这三形容词有啥物差别？节目上嚟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广册学会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为咱来讲解说明。老实是指人诚实无假，也是正直诚实的意思。故意就是忠厚老实，做人真忠厚正直的好人。若刁直，就是代志已经错好势啊，讲会使讲刁直。嘛会使讲戆直来正直就是朴直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正直朴直，第二意思是代志解决好势啊，讲做刁直代志刁直啦。过来咱应该讲丁达，这个少年可能较罕一讲这算古台语，定就是个定一句的定，答就是答误，就是错误定了唔对，安尼做定答。西门风就是门的风水就是位对唔对？毋过即摆演变到尾啊，讲西门风就变做唔对的代志，家己会失礼所以就爱去西人的门风这个门风，老实讲，较早有办桌，也是请粉、请槟榔、请酒，安尼拢会使讲好做西门风。就是甲对方会失礼，交一顿烧，就想要烧。这押韵是俗谚的一种特色，嘛真有意思毋过我无收到这可能人家家己发明的是脚长长，想要小招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我远，敢会陪过阮故乡的残垣？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课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课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凤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社三个读册会协助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一人一款命，欢迎准时收听。
阮窗仔门。月娘啊，月娘会当照我远，敢会照到阮故乡的残垣？是脚长长，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